到25厘米，就是公分左右的地方。切开，你看用小刀把它切开，画一刀切开，还要塞啊，塞小瓦片，小石头碎片那种小瓦片。小砖头碎片。塞那个是什么碎片？小瓷砖也可以啊。小砖头片，小瓦片。小瓷砖啊，小块那种瓷砖啊。这种道理啊。那小木片可不可以？只要是把它撑开，很神奇耶。这样做就是那个让营养不会往南瓜头或南瓜叶面上输送，就是跑到那个小南瓜上。把养分送到小南瓜上。哎，怎么有这种技术？那怎么知道这种道理？